9日一大地震了後，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甲嘉義大學合作，培養得要斷種的樹仔，其中已經成功復育到50多叢的99峰樹海棠。社會是大人和志工做伙行到菜園啊，準備種樹海棠。種個過程嘛，對這珍貴事物有更加濟認識。感覺即擺來個種哦，我感覺是對我來講，我是感覺講真有信心，會當互咱樹海棠哦，比今仔更較水、更較好。自從會9日起大地震過，南投分署和嘉義大學合作，同齊保護土地和培育生態。這邊在平涼社區舉辦種樹的活動，邀請社區居民做伙來守護社區的紅寶石。我們希望呢，在我們這個坪林社區的一個場域呢，把它復育成功，然後我們會擴展到我們的坪林國小去做我們這個99峰樹海棠的一個復育。濟人相幫伴，然後大家保護珍貴的事物，嘛看到社區用心打拼守護環境。Hello， 我是蔣欣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